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要来看今年第5号风台丹纳斯的上新发展。气象局伫昨暗11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拄拄爱8点40分有上新的说明，咱赶紧来了解。气象局针对第5号丹纳斯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现在的位置在菲律宾北侧吕宋岛东岸的近海。那预计未来朝向比较偏北西的方向，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海域，包含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域跟东北部海域，还有在台湾海峡南部的部分区域。那受到这个台风靠近的影响，那在台湾东半侧已经有一些长浪发生的一个现象。预计今天在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台湾南部以及基隆北海岸持续会有一些长浪发生的一个现象。那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在东半部沿海以及受到海峡这里地形的影响，在西半侧也会有较强的风浪发生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台风逐渐靠近的过程之中，我们也不排除会在今天上午11点30分的时候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台风的结构目前比较松散啊，在昨天晚上在靠近吕宋岛的过程之中，受到地形破坏的影响，所以它的中高层的云系已经跨过吕宋岛，来到了在菲律宾的西侧。在底层，目前在底层的中心，在可见光上可以看得比较明显，不过在红外线上现在没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它未来的话，还是朝向我们现在的路径这样子在移动。那但是因为在中心已经没有比较深的对流云系，所以在上来的过程还需要一段时间再进行整合，之后才会逐渐影响到台湾。那预计影响台湾的地区的时间点，在今天晚上之后，在东半部的雨势才会开始变得明显。那预计明天跟后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也就是在东半部的降雨会变得更加显著一些，而且会有一些比较明显降雨的一些现象。风台的消息，咱来随时来关心。再来看新北市淡水区有一间民家厝哦，竟然出现还未爆炸的炸弹，佮一直呛白烟，甚至有花珠啊！厝主是真惊吓，赶紧找警察。军方拆弹小组到现场，拆除了发现讲这是一粒二战时期留落来黄磷弹，好在并无造成伤害。一直庆祝白烟，佮伫导火，在新北市淡水一间徛家厝主，15伫家己厝内后花园翕到的。2个月前遇到大火，伫途中发现，伊家己用火柴拍花，想要昨下又佮倒起来，伊赶紧叫警察处理，才知影原来是粒密爆弹。因为他那喷的那个火在烧，那个不是正常的火，好像是火要那个很强那种火啊。他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是未爆弹啊，所以才请军方来啊。警消到现场，随有风速线，并且疏散附近8间徛家，拢总14个人。那拆弹小组到现场，用1点钟处理，才甲密爆弹装入去白色箱仔，4个人真顺利的搬上车，成功移除。这颗弹药，然后经过我们卫爆组的初步研判啊，它是一颗日治时期2战日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黄磷破炮弹。那经过我们卫爆组的勘动测试之后，此颗弹药已经暂时没有危险性。那我们将进行移运至湖口未爆弹暂存库房。后续配合靶场流入实施专案报回。军方证实这一粒二战时期留落来黄磷弹，黄磷拄着空气会家己烧起来，才会冲出烟。目前已经成功移除，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的报纸大代志，《中国时报》现任的副总统陈建仁未甲蔡英文总统做伙来竞选连任哦。最近嘛传出讲中研院院长李婉德要听李建仁陈建仁登去中研院选院长，不过陈建仁的办公室回应表示，目前并无这种的规划。劳工保险伫要破产咯，劳动部长柯明春昨时表示，第二件改革法案还未修法通过之前，政府已经同意明年先拨200亿来解决问题。
皮肤出现红斑，感觉真无力，爱注意，可能是得着皮肌炎。医师是解释哦，皮肌炎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有一成的病人可能嘛会有感症，不过常常互认为这是皮肤过敏，所以爱特别注意。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总统，外界质疑伊代志参选哦，敢会使？最近罢免的行动嘛，确实继续进行。韩国瑜是强调，虽然伊要去选总统，不过伊嘛会甲市政的工作做好好哦，会互民众看到伊的决心甲表现。初选结果出来，隔顿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头一个行程是市政会议，原定10点的会晚半点外钟，伊解说是去参加3场公祭。这是了后，韩国瑜是市长，搁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这两种身份要安怎转换？伊会先对应对媒体来辩起。所有类似国政的问题，要请各位能够了解，我们用书面答复。那大家问我的任何问题，关于市政问题，我很乐意来口头跟大家的报告。问题的回答都不完整，很容易在国政议题的论述上会被误会或断章取义。需要长篇一点的完整论述的议题，它就会尽量的让文字来完整的说明。国政和大选的问题，韩国瑜定调用书面来答复，敢若想要减少失言的机会。不过新闻局长王千秋回应，并不是所有选举问题拢必答，外交两岸等等复杂的国政问题，希望透过书面讲予清楚。但是市政和国政要安怎兼顾？韩国瑜认为市政做好，就会当看出伊的决心和表现，嘛等于是总统选举政见。只是代志参选成绩未少，互伊真受批评。学者嘛认为，这确实是伊大选路上重大的欠点。亮丽堂皇理由都很难解释哈，因为毕竟时间太短。他的市府团队能不能帮他接一些手？还有他的市政的结实，是不是能够做出一点政绩来？慢慢有一些在1年内可以交出来成绩单，我觉得他也需要在下一届的市议会里面做很清楚的表述。韩市长会用政绩来说服我们整个高雄市民哈，那我相信政绩表现好的话哈，在罢免案的部分应该会降到最低的影响度。代志参选受到批评，但是学者嘛提醒，民众对同款的议题可能会愈来愈无感觉，反对者持续攻击，嘛有可能出现反效果。尤其代志参选的情形，对过去都拢存在。建议若是想要改善，会当对修法来做起，并定政治人物参与选举是毋是应该请假以及期停偌久？对选总统到选地方首长要一体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总统初选宣誓，伊是透过面册来感谢支持者。外界嘛关心讲，伊敢会脱党来参选？伊的幕僚是讲，目前应该袂，佮会思考未来的规划。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是考试民进党佮国民党初选的民调，伊甚至认为目前的台湾会使讲是天下大乱。这么困难的题目，哪里是一天可以想出来的？经时港才讲要开始认真想下一步，台北市长郭文天对是毋是参选指控，佫无被讲清楚，只是对拿着两党初选民调数字用震撼来形容，显示社会上混乱，也会着专开批评台湾现况。但是读明史或读那个2次大战史都感触很深，你知道？明史的明末天下大乱，流寇四起，朝廷无力进剿。现在的台湾状况吗？还不是现在这个局面吗？反正两党的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嘛，那这也是要思考题目说，台湾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郭文天继续观察政局发展，为家己打算，也佫被点名，可能甲宋楚瑜、黄国昌，甚至是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配合参选。我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永不改变，我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初选失败，郭台铭感谢何文强调，除了初选，暗过人生无后悔后，爱对家己的选择负责，无透露未来方向。伊的幕僚伫16号接受公布专访，强调郭台铭即卖被脱党参选。大家都关心的是他会不会出来参选呢？不会啦，现在没有这个事情啦。我觉得短期内应该不会吧。哦，所以他心里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嘛，要先沉淀嘛，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说，董事长需要想一想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说接下来的安排啊。郭台铭下一步看到哪管是不是正确成功，离一直伫边的关键政治反议长王金平，也伫脸书写着放弃召一句话，成功约束一世人坚持，为家己加油，或者是为郭台铭加油，是真有意味。记者综合报道。
要来看总统蔡英文出访的行程，目前咧访问第三友邦沈文生哦。沈文生的代理总督佮总理嘛拢亲身接机。沈文生国际机场是最近这几年当地上大的公共建设之一，咱国嘛有参与协助。为画面顶头使看到的小朋友摕着中华民国的国旗，欢迎蔡总统。蔡总统嘛爱下手哦来画图写。台湾佮沈文生共同签署财政部财政合作协定佮搭及跨国犯罪协定。另外，伫沈文生的国会嘛发表演说的时阵，蔡英文佮专讲向捌伫世界卫生大会 WHA 为台湾讲话沈文生卫生部长布朗来握手哦，来表达感谢。继续再来看在地上大条哦。目前天狗类疾管署暂时公布台南新化，佮新增加一个天狗类病例。目前台南已经有10例哦，敢是甲指定有关系？目前佮调查，全台湾本土天狗类已经累计有49例，为外国传来的目前有215例，是10年来上悬。将外地的干仔肺水当中甲倒出来，恁仔嘛一一检查，因为新化区新增加一个50外岁男性嘛胃着天狗热。下晡台南新化区公所真悬加强巡视，轻度会创出新冠的积水容器。一礼拜较知影发病，较知影筛检了，较知影得这个登革热，所有的那个能够积水的一些容器，全部把它巡掉，把它倒掉。另外，防疫人员嘛4个大宣导单，一礼拜3进行化学除药啊作业。明天早上做一个化学防治的一个作业。台南目前累计有10件病例，除了左镇区和新化区2例之外，前8例有地缘关系，分布伫中西区开山里3例，东区2例，和永康南区、安南区各1例。防疫重点锁定人口较密的中西区，若是新化区的新病例和左镇区的敢有关系，疾管署表示无排除这个可能，还会调查。佐证这个个案，他有去新化大概30分钟左右待过，那到底他们俩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还在厘清当中？那目前不排除任何可能。疾管署强调，目前这件新增加个案最近并无出国，活动场所以客家为主，感染源主要厘清。根据疾管署统计，一直到16为止，国内本土天狗热总共有49例，其中高雄市39例，台南市10例，境外移入有215例，是10档来的新冠。记者综合报道。台东集团下面的公司立宁，因为财政困难，经过董事会决议，上紧伫8月底会来讨论公司改善佮资产完工的方案。桃园市劳工局是表示哦，顶礼拜已经去了解，会来保障劳工的权益。今天都好看到他们上班，一定都上班的啊！现在就是要协商，所以都会上班啊。员工权益也会顾啊。太阳能实践院长立宁科技传出解散危机了后，面对媒体无闲加讲，暗过强调，目前员工也是正常上班，就算传出将资遣只剩284名员工。其实早伫15号暗时，台东财务长甲立宁财务长斗阵召开了重大损失记者会，强调董事会决议立宁解散清算。公司资金短缺，在缺乏债权银行支持下，将无法维持营运。董事会忍痛作出决议，召开临时领股会，讨论解散清算及资遣员工之方案。绿能科技，台湾第一家多晶系晶片及第一家8.5代薄膜太阳能电池大厂。伫桃园关心工业区的立宁科技自2004年6月成立，是台东集团旗下上伫半导体转投资的公司，主要生产多晶式太阳能。2008年1月挂牌上市，暗过1年来，太阳能多晶式继续升过价，造成立宁严重亏损，都伫今年5月2号宣布入市。6月，产线陆续停产，7月初因为存款无够，也佫发生2次跳票。台东董事长林国文贤也以个人的代志伤过无闲为理由，辞掉立宁董事。按算8月30号召开股东临时会讨论，只剩284名员工面临资遣的命运。把大量解雇的计划书送到台北劳工局跟桃园劳工局，那大概会解雇284位员工。就是说会跟工会去做协商，这样像医疗基法的规定给予这样，那只能够协商医疗基法更好的条件啊。台东集团财务长表示，立宁解散了后，虽然影响优待评估，暗过强调营运财务一切正常。市场派系一直是要爱台东的经营权。立宁成为了台东旗下第一间因为亏损真济而决定结束营业的公司。
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3，伫火车顶头，台市的铁路警察李成汉遭告白色，伊另的队伍出发之前特别报送全国火车做伙等3秒的画面。副总统陈建仁嘛去颁发褒扬令，嘛会请入去中历史来奉祀。中昼11:40，代替全国列车公布分水岭写3秒，这个画面马上去到顺治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告别式，对伊表达敬意。这个月初3，李成汉为着要处理代替自强号车帮补票纠纷，互乘客举刀攻击抓顺治，告别式会场就8名铁路警察甲送行，唱警察之歌，毛不少民众自发前去现场，也是沿路甲送别。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想说，陈汉能和你一起共事，真好。内政部长徐国勇嘛去主持告别式，为着要表彰李成汉勇敢的行为，副总统陈建仁佮代替出国访问的蔡英文总统来颁发褒扬令。这是我们总统的褒扬令。那行政院也有个楷模的一个徽章，会颁给家属，然后再献给我们的李成汉。那另外，我们警政署也会晋升追赠他为巡官。伊领队伍最后是去到李成汉执勤的地点家己车头做最后巡礼。伊的认为会伫咧军人节的时阵入驻家己中历史内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去年开始伫公共停车场来推动亲子停车格，不过违规占用的情形是真严重。根据台中市交通局的统计，为6月25到这个月15，拢总已经有120多件。警方嘛表示，爱民众来检举才会开罚单，所以目前是以劝导为主。黄小姐带3岁囡仔伫日头骹行真久，真无简单才找到停车位，佮甲囡仔安倒好才会当驶车。毋过停车场内底明明有亲子停车格，黄小姐讲根本是看会到，但是用袂到。就觉得没有意义啊。怎么说呢？因为被没有带小朋友的人停走了，这样子有设那个跟没有设那个是一样的。来看卖公共停车场内底亲子停车格已经全部拢有拆车，毋过查封玻璃头前煞无亲子停车证。管理员来巡发现几落台车违规占用，毋过卡手无够，佮加着无开单的权利，敢若会当开劝导单。直接停，对，没有注意啊。我们就是陆陆续续都会一直放这种那个告示单啊，让他就是下次不要再停。交通部去年公告要求一定规模的公共停车场，还设2排亲子停车位。台中市规划路边停车格、甲停车场的亲子专用格，毋过其实嘛有真侪亲子停车格去用违法来占用。台中市交通局统计，从6月29到这个月7月15，已经累计有121件违规占用。你在停这些亲子车格的时候，你在我们的那个车子的挡风玻璃前面没有放这2张，其中任何1张的亲子车证，那我们就会被视为违规的一个停车行为。带小孩真的很麻烦啊，所以说，因为他亲子车格又特别的靠近出口、入口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是家长而言是很方便的。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违规占用以便衣甲百货公司大卖场边仔的状况是上严重。路边的停车格，若是警方发现，会当主动举发；若是卖场，也是公共停车场内底，就必须要民众检举通报。确定违规的话者，得依法来罚600块到1200块。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公告高坑乡的4条乡道，因为山区常常大忙，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强制理事爱开车灯，先劝导半年哦。半年后违法上罪，会使罚3600块。也毋过在地民众是真有意见。来到云林高坑往华山的云里一控线道，有真侪行经的车辆临时佫开着大灯，因为经过6个月劝导期，现在开车若是经过高坑云208线。209线、2171线和212线道，总共4线拢必须要强制来开灯，啊无被举发会被罚钱。但民众的看法无共款。来的去的，安尼较知影路况啊。去观光是你开什么电话，对无？你若讲红时啊、卡蒙开电话有破啦。我觉得就是以季节性来规定就好了，不用像这种天气很好，其实不用开灯啊。文管府公务处表示。因为这4条乡道定会大忙，为着要确保行车安全，104年经县内道安汇报通过，过将这4条乡道强制日时爱开大灯，
规定在今年1月16号公告实施，经过6个月看到期，为今日开始会来执法。若规定安尼，咱就照来做啊！这我无听讲，我唔知咧。劝导局过人，他们以被动式被动式来辅导我们民众除了有民众检举以外，他不会主动来做这个站岗来取缔的工作了。干务处表示，目前各个管制路段前，拢会设置警告的牌面，若无依规定开电火，经纪法会当罚款1200块至3600块。希望用路人来配合，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为您报道。来看桃园大溪介寿路一间透天厝遭透早火烧厝，消防人员甲祖孙3个人救出来，其中有一个查甫囡仔拄好是救灾指挥官詹国胜伫8年前捌救过囡仔，这是真正的大贵人。门口囤一大堆物件，还佫有粪扫，看得出来去互火烧过的痕迹。厝内底嘛去互烧甲乌麻麻。7月15，桃园市大溪区介寿路4楼的透天厝发生主体火灾。起火点是这个，从这里接到这里，因为我们要在这边炒菜吧，这个啦，这个抽油烟机。消防队准点分队接到火灾通报，第一时间就随赶去现场来抢救。救灾指挥官詹国胜小队长知影讲有人互调伫咧内底，随派当人伫外口用双节推还佫有挂推的方式，赶紧甲去用调伫内底的马孙3个人救出来。好佳在3个人平安无代志，嘛拢无去互烟来砸到，无需要上病院。在抢救的时候，他的孙子从4楼的窗户出来求救。那我们同时在屋外用双节梯跟挂梯把这个小朋友救下来。我最紧张就是他，因为烟很大啊。消防队来，我第一时间就是麻烦他们先救这个小孩。当初出生也是他再去医院的也是他，也是他。毋过真正是足拄好的，这个去用调伫内底查甫囡仔，拄好是救灾指挥官詹国胜8年进前出勤吉散救护的红个仔。两件救护救灾让8年，两届出勤救到共一个囡仔，嘛叫大家讲真正是真有缘分。囡仔厝内底的人是真感激，嘛讲小队长是因的贵人。小队长颠倒是讲无影啦，是这家伙有福报。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个上要紧的新闻，咱来看南亚最近有真侪国家做大水，伫印度已经造成将近50外个人死亡，170万人无所在通去。印度大城孟买有一栋100年历史的老厝崩去，目前只救出7个人，恐惊有12个人死亡，阁有40外个人待伫内面。救援人员将为倒去大楼内底救出查甫人送去病院，毋过有人待伫内底，民众嘛家救援，用工具也是手挖开石头堆，希望找到更多受困者。जे प्रतिनिधी इथे उपस्थित आहेत जवळपास 7 लोकांना आपण डेब्रिसचे खालून वाचवलेलं आहे。印度大城孟买当地时间16，早时10点半，一栋有100年历史的4层楼建筑，雄雄倒落来，真侪人闪袂赴，向地掉。बारिश आई, बारिश आने के बाद है ना आदमी एकदम हवा आई, हवा आने के बाद है ना एकदम हम लोग को ऐसा लगा कि पतरा गिरा। अब जब मालूम पड़ा ना पब्लिक आवाज है ना तो बोले बिल्डिंग गिरी तो हम लोग सब भागे, हम लोग सब पूरा घर वर सब छोड़ के सब भागे बिल्डिंग देखने के लिए। 孟买当局出动国家灾害应变部队前往救援。根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这栋楼有住10户的人，才造成这么严重死伤。孟买官员表示，这栋100年建筑伫2年前已经发包爱重启，不过承包商一直无动工。会调查倒去原因甲相关责任，因为最近是南马雨季，印度真侪所在做大水，甲有土石流。孟买阁是10年来上大的大水河，当地建筑无够载，等于袂堪的落大雨就倒去。这是孟买10天来第2届类似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社群网站面册，伫顶个月宣布，要伫2020年的顶半年来发行网络货币的计划哦。也毋过，美国在进步是真烦恼，讲这种货币会成为非法的洗钱的工具。面册嘛表示哦，一定会等政府同意才会来发行。社群网站脸书伫今年6月公布，要伫2020年发行家己的虚拟货币 Libra， 最后看作是挑战比特币的货币。也毋过过去捌有虚拟货币，互歹徒当作是洗钱的工具，互美国的财政部是真烦恼。The Treasury Department has expressed very serious concerns that Libra could be misused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terrorist financiers.
Cryptocurrencies such as Bitcoin have been exploited to support billions of dollars of illicit activity. 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表示，美国财政部欢迎愿意负责任的创新，另外当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会降低连署的发行条件，符合非常高的标准，才有可能稳准因发行。Our overriding goal is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and protect it from abuse. Treasury takes very seriously the role of the U.S. dollar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and will continue our efforts to protect our country and secure the U.S. and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是烦恼用 Libra 可能会予个人的资讯泄露，也是予国际金融的安定实行。另外，爱对 Libra 做国际性的规则。这个月16号到17号两天，美国参议院甲众议院会陆续举行听证会，审查 Libra 甲稳数的安全疑虑。即马联署嘛做出承诺，在无得到美国政府同意之前，未提供联署的加密货币服务，嘛就是2020年的发行时间有可能会延后。记者陈世彤报道。目前全球失智症的人口已经有5000多万，目前的失智症诊断速度慢又搁贵。不过最近在美国有真侪组研究团队提出利用验血来诊断阿兹海默症的实验报告，其中上准的准确率已经有8成8。当地接受神经科医生检查，今年66岁美国大学退休教授多尔4年半前得到失智症甲 Parkinson's disease。已经过2摆药接骨层次，但过了个月了后才确定。It's so difficult at times to come up with a diagnosis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dementia, and all that time we're wondering is a time of anxiety. And if we could cut back on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it takes to get a diagnosis, it would be absolutely wonderful. 多尔教授希望减少确定时间原本可能真紧就能完成咯。失智症是种脑部神经退化疾病，其中常常看到阿兹海默症，甲大脑中无正常两白质堆积有关系，也破坏周边神经细胞加速病变。目前的检验方法是脑部扫描甲量骨髓检验，费用真贵又阁是亲密性的，而且要开真侪时间。伊家早就希望会当用一般验血来检查阿兹海默症。 即马有日本的研究团队讲验血测失智症的正确比例有8成8。This means we can now look to intervene with clinical trials,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at a time well before these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brain, and perhaps when we can prevent their change, rather than the more difficult challenge of having to reverse damage to the brain and its neuronal connections. 伊家认为，若是验血检查会当完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目标，会当有效减少失智症对人类威胁。目前，伫美国有研究团队当地进行相关研究，不过专家认定，话真正应用恐怕阁有几6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公布上新的报告，全球有超过8亿2100万人食袂饱、营养不良，而且这3年来人数是一直升悬。 全球超过25%派人口，也就是差不多20亿个人，无法度食到安全、营养又个充足食物，而且其中8%也是伫先进的国家，欧洲甲北美。2 billion people. This is the highest number that I ever heard in my life. Let's say if we talk about 7 to 8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a quarter to 30% are not sure that they will have enough money to feed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联合国、牛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2019年世界粮食安全甲营养状况上新报告，第摆将因为无钱无资源，只用降低食物品质甲分量的中度粮食无安全，以及完全遥记族群包括入去。 In the past 3 year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suffer from hunger has increased to more than 820 million people. And the report highlights regions such as Africa in particular, which is facing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undernourishment at 20%. 全球遥记的现象，过去15年稳定下降，自2019年降到11%以下。不过因为战争冲突、气候变迁如今阁回升，所以政府需要注意的是，是不是较歹找到食的物件，而不是单纯只专注生产更加侪粮食。 If we can address food security, we mitigate the issues of migration. 这互联合国按算2030年达到全球零遥记的目标，面临更加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国西藏自治区的官员讲，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国认证。西藏的流亡政府嘛回应表示，达赖喇嘛一早就表示讲，会伫90岁的时阵来决定敢有要转世。 中国西藏自治区官员王林生最近讲，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要由中国政府认证，并且透过原自清朝的金版切签，也就是抽签的方式来选定。说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回应，达赖喇嘛伫2011年就表明，家己要伫90岁时阵决定是毋是要有继任者。 It's no question of India's intervention, nor in question of China's intervention. So therefore, it is just. Their own daydream,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right to say anything, but it is not going to happen anything. 中国官方自头至尾强调讲，伊的领导人有权利认证达赖喇嘛的继位者，延续古早时代皇帝的传统，并且警告印度政府若是干涉，会影响到中印的双边关系。The reincarn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s a matter of religious faith and belief. And China doesn't believe in any religion. That is why China doesn't have any role to play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Dalai Lama. It will be chosen by His Holiness private office plus the followers of him in and outside Tibet. So that is. 中国伫1950年控制西藏，1959年西藏发生大规模的恐怖，和中国武力镇压，原领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从此以后，和中国看做是危险的分裂分子。随着达赖喇嘛愈来愈有会数，转世嘛变成外界关心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官方强制对新疆的维吾尔族来进行思想的改造，也毋过另外一方面，又搁甲新疆塑造成旅游胜地的形象，也毋过有真侪国外游客是表示讲，因原本是想要体验当地文化，结果所发现讲去到遐，只会使看到唱歌佮跳舞完全是感受袂到新疆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一条街。 开放的游览车载游客行伫新疆克什西路古城，不管是伫街路食在地小吃，也是来到清真寺参观。这几年来，伫当局推动之下，新疆变作中国旅游上清所在。就算对军警、徛卫兵甲世界拢会监视器无啥关系，来到新疆游客也是伫去年新中4城，比全国平均2成5加出真多。新时代的新疆喀什。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人文优势、政策优势、援疆优势，必将重振雄风，再创丝路辉煌。 官方宣传片将克什包装做真有民族特色甲历史传统的美丽城市，啊，毋过住伫当地10万年的美国人观察，尤其咱看到维吾尔族文化，加上唱歌甲跳舞，因的宗教信仰，因的制度工艺，差不多拢已经放弃了。啊，若上百万年维吾尔族向关爱到赢是制作安怎，是更加无可能有机会接触。一位东南亚来游客就是讲，克什真侪穆斯林会当祈祷的所在拢关起来，包括市中心的清真寺。 买入去，搁来买票。新疆有高山、河水甲沙漠等丰富自然景观，搁林木为产，再近搁发展出沙漠列山了有的观光行程，吸引真侪游客来遮。新疆观光局伫2020年观光人次达到3亿目标，但是游客希望看到毋是官方的版本，因更加想要看到的是原汁原味自然的新疆。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要带观众朋友来屏东县的建国实验小学来看卖哦。这几间学校学生分组来行入去社区做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其中有一组学生制作建国市场的模型，佮提出改造市场的计划，是真厉害。咱做伙来看卖。 水果摊、菜价啊、肉店，一个迷你的菜市啊，是屏东县建国实验小学的学生一担一担用手捏出来的。因是做行大建国市场调查单的种类，做出一个立体的市场模型。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到了，就是可以用一些小东西，像这些竹筷子啊。 粘土啊，就可以做出那么多样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改造得更好，让市场吸引更多游客来。
全校的学生分组行大社区，为生活当中找问题。除了中年级的建国市场大改造，也有万年溪清道夫、绿叶花手救建国，甲歹去的脚踏车变做妈妈减肥车的铁马大改造，表现出这囡仔无限的创意。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利用跨领域的学习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然后把这群孩子培养成为未来的领袖。校长表示，学校为今年8月开始正式挂牌实验小学，未来要让每一个小朋友拢知影爱关心在地，而且有法度发觉问题、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热热所以提供予小朋友的活动嘛真侪。台南市的林德区区公所就由阿兵哥来规划课程，为教小朋友做厝邻的代志，切刀啊、扫涂骹、洗鞋啊开始，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拢真想要甲囡仔送去学。夏令营的囡仔人连面爱撸涂骹，连面爱切刀啊，结束了后，搁爱去扫便所。虽然内容看起来拢是咧做家内事，毋过这个活动算是仁德区公所举办的夏令营，甲一般的夏令营无共款，内容是强调实用性。以前就是妈妈在家教我做，都教的拖起来怎么样？干净，有变干净。有些小朋友他学会如何做家事的话，其实就可以帮忙家庭去分担一些痛苦，让家人比较放松一点，也可以开心的陪小孩子玩。仁德区公所8年进前就开始规划，学生休来时阵辅导活动，一般拢是弱势小朋友为主，完全免费，而且还有提供中昼顿甲点心，是3个替代役的军人来办的。今年总共有12个小朋友来参加，用对后一代的教育服务来回报地方乡亲。那整个活动的部分是没有收费的。那最主要的话，就还是让家长能够安心的去上班，孩子有一个地方可以活动。考虑到现代囡仔人上过考试家长，今年活动较注重生活自主能力的培养。另外嘛，因为台南已经出现天高热较紧的病例，为着要预防疫情传出去，公所嘛加入去如何预防拖病棒的课程，自细汉就来参加重要的卫生教育观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国信乡出产的咖啡是全国唯一有产地认证标准的咖啡，最近嘛开始使用电脑大数据的分析，利用科学仪器来看豆仔的水分佮烘的程度，希望会使来提升台湾咖啡豆仔的品质咯，达到国际水准。手工采收落来咖啡豆，先烫皮、拍里头、烘好打，采到最后爱佮烘过，才会当泡出一杯一杯的咖啡。每一个环节拢决定品质的好歹。国信乡公所最近引进科学仪器，希望会使让种咖啡的农民如何了解家己生产的咖啡豆。一组是水分密度计，咖啡的水分密度计；另外一组就是咖啡焦糖化分析仪，放在公所。那我们国信乡各咖啡产销班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借用。采咖啡豆的水分、烧咖啡豆的打糖化程度，对咖啡的品质、口感有真大影响。对农民来讲，科学数字有参考的价值。科学化的参数才是一个标准化跟品质可以监控的东西。打一个很典型的比方，消费者说我要喝浅焙，但是你的浅焙到底是那个数据多少？这含水率跟它的密度，那光这个2个数据，它就代表我们的生豆的品质到达哪里。那密度越高，含水率维持得很好的话，基本上凭借的分数是不差的。这套由国内业者家己研发制作的仪器，卖输国外一套爱20-30万的设备。国信乡公所表示，希望农民会使透过科学仪器的协助来提升品质。国信乡每一年拢会举办全国烘咖啡的比赛，有这套设备会使让咖啡的品鉴结果如何有公信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间动物病院，为了要帮助主人会使来了解家己的宠物，所以办理宠物相遇小学，透过宠物的行为动作来理解因的想啥物、需要啥物哦，安怎做的，咱嘛做伙来了解。好了，很吵。你的动物伴在想啥？你敢知？你是不是有当初对着这动物伴乱吠，还是讲凊彩放屎了，还是加歹厝内底物件感觉生气咧？根据统计，这动物伴被放屎的原因有6成，拢是因为互动无好所产生的。都有动物病院结合了专业的兽医师团队，开了动物伴相遇小学。
好，猫言狗语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用人的语言，然后跟我们所有的续主去传递狗狗、猫猫它们的语言到底在说什么。啊，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几位我们的那个老师哈，小杰老师，还有那个妮妮老师，他们就是这中间很重要的传递者。对真侪主人来讲，这动物伴就敢若参像家己囡仔共款，希望讲知影因伫想啥物，需要啥物。动物伴倡议小孩推动，就是要互咱人讲的话，甲这动物讲的话会使沟通，除了会使保障着这动物伴的身体健康，嘛会使照顾着因的心。简单的 vocabulary 就是你声音出来之后是可以当做一个沟通的，但是不太可能就是用一些强迫式的命令啊、训练啊，然后去要求他们做任何的事情。家饲就是爱照顾一世人，对着动物伴来讲，主人就是因的全部，用上单纯的心来面对着主人，一直到生命结束。透过安尼双语小学课程，咱学遐讲用歹家拍、歹家卖方式来教育着咱厝当中的动物伴相处是更加快乐，嘛袂讲想要甲因当杀的想法咯。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广甲传承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原民会这几年拢会拨经费来补助部落举办丰年祭。也毋过，部落族人是认为用补助这两个字有看轻的意思，希望政府单位会使改变。但是后段就是花莲阿美族各部落举办丰年祭的时阵，照演过的县政府甲中央拢会照部落的大小、人口的数量分别予2万到8万的补助，啊，毋过用补助的名义听起来，互因感觉无爽快，有点歧视的一些感觉啦。啊，那如果说是直接民编的话，我想这个就是族人最大的一个期待啦。原民会表示，这几档为着要推广原住民传统部落文化，其实每一年拢会用基本设施以市费的名义来补助丰年祭。那些族人对补助2个字感觉敏感，确实会当来检讨。超过160多场次呢，其实平均大概透过原民会补助的预算都有2万、3万，甚至今天还听到香港有8万块钱的这个丰年祭的补助。的确，补助就好像是上对下的这个。费用也许可以找到更适当的名称。花莲县政府每一年拢会编700多万的预算，予各部落进行丰年祭。啊，不过即摆预算的名号已经无叫做补助。我们都告知部落说，这一笔补助款啊，叫做文化发展基金，重点就是要给部落自主的来运用。第一个是办理部落的传统文化祭典，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教育传承。原民会主委强调讲，毛部落是向住户来募款，家己来分摊丰年祭的钱，因为无论钱是拄倒位来，要安怎让文化有尊严的传承是真重要。会甲各部落的领袖来研究预算的用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政府规划的西区门户计划，未来附近准备要起的拢是超过30层的大楼。文化部是真烦恼，讲北门铁道部顶顶的古迹景观会受到破坏，嘛推出保存计划草案，希望未来更上要伫古迹边仔来起厝，大楼的设计佮外观拢爱配合古迹，希望文主的保存甲发展拢会当双赢。台北府城北门自从忠孝桥引导拆掉起广场公园了后，历史景致搁再重现，甲边仔的台北邮局、府大家洋楼，还佫有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等等，互老台北人的记忆真深。啊，毋过4区位仔嘛增加真侪新的建筑物，像个北门市民饭店起煞了后，外形看起来就亲像一支刀插伫北门的临时面顶。文化部烦恼未来开发案会像安尼破坏古迹景观，所以要推扫保存计划草案，规划新建物的色彩还佫有立体。希望相邻这锅，它在设计的时候也能跟古迹相融合。但有时候可能不是只有高度的相关的限制或容积率的限制，我们可能比如说从建筑的手法，让它可以跟古迹有互动。保存计划拟定新的建案，也是伫中庆北路、市民大道、环河北路、开放街的区域内底，有惹到古迹景观，工程爱先通过审议，才会当来开发。啊，毋过台北市政府欢乐乡租车等等的建案会去受到影响，所以文化部下晡举办公听会，都发局的来现场表达意见。台北市不是只有C1、D1双子星，事实上还有其他像北门公办都跟
像台铁局112的开发案，那这些其实应该都属于在西区门户计划里面重大开发。博爱路翕相机行路面顶的地主是表示，北门附近的厝价加悬，所以无想要看到开发受到阻碍还是限制。觉得说好像被纳入的话就，没有那个价值，而且对于这个地区啊的发展跟整个美感都会影响。文化部表示，计划推测上主要是整体景观的评估，已经甲台北市政府参详真侪届，伊嘛希望开发甲文资保存拢会当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回公路变化甲侧弯掠地的工程，经过8年，屏东草埔到台东安苏的磅空甲高架特别完工。公路局表示应该今年年底就会当通车。未来台东到屏东车程应该会使减少30分钟。南回公路改善工程当中，互大家上关心的草埔到安苏段4.6公里的磅空，罗南就北双向4线车道工程已经进入完工的阶段。公路总局西滨公路南区工程处表示，这磅空内底有20个安全措施，还有安全压水光线，而且若是发生火烧车的事故，白烟通道的设计伫磅空的顶悬，会当保持磅空内底看清楚，通信嘛袂断去。我们的消防、通风这边算是最强。磅空的南边甲旧台九线南回公路草埔段相连，北边是新起6.3公里相连台东安苏的高架道路，顺山区落去起，而且伫做路的时阵，嘛有考虑到东部若是拄着风台，拢会积水落大雨，影响行车安全，采用排水较紧的设计。水马上就剩下。公路总局表示，即马起草埔安苏磅空甲高架道路，佮加着台东关甲各路段拢出发地，会当减少半点钟的行程时间，要赶伫今年12月20左右来通车。也就50几公里的一个路线来讲，就整个全线都拓宽完成的话，目前来讲大概有可以节省到超过30分钟的一个时间。江金洲表示，草埔到安苏路段通车了后，赛车人唔免阁忍受弯弯弯弯爬架落架的路段，阁会当享受路泥山边的景致，而且阁有交通控制中心来保证大家的行车安全。南回公路台东关改善的工程专线预计明年完工来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农委会上新的调查，全国饲肉猪的数量有变多，也毋过饲猪场却减少7000多间，规模较细间的，真侪拢收起来。红豆非洲猪济，国内饲猪仔用喷，必须爱先高温煮过，若无会坏。新防疫政策嘛，互小场经营更较困难。根据农委会上新的调查显示，饲猪的总量是546.8万只，是这3档内上悬的。但是饲猪仔场敢若剩6999场，头一间就有破7000场，其中饲199只以下的小场减少上侪，减148场。爱以为设计蒸煮的设备。因为市场有诶想讲，伊爱搁改食饲料伊袂好啦，若要搁做这设备，伊无愿意开，爱怎安尼收场？调查嘛显示，饲猪仔场平均饲的规模嘛在成长，有向大型化的趋势。农委会表示，小场明显减少，嘛因为环保法定更加严格，目前饲20只以上未满200只的，都要提出废水管理计划。台湾的养猪户已经跌破7000户，那已经是历年来最低的。那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要应付整个的大环境的影响，你在污染防治的一个投入，那是必须要的。虽然目前国际猪仔价起悬，国内价格嘛袂歹，但是业者并无明显加持，偏向维持现况。若是下个月就要来的中元节，是一档当中猪仔需求量上悬的时阵，农委会表示会全力调节，互市场会当供应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的一号保育草案今年6月初离土的时阵风退回，台中市即马要拼全国第1个通过的都市。台中提出的草案是以鼓励保育为主，并无牵涉到土地开发的问题。台中市农业局进行石虎族群甲车地调查，发现后里、北屯、新社、东势、和平、太平，还有雾峰等等，拢捌出现过石虎，而且即马阁要拼全国第1个通过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的县市。不会画石虎的保育区，环评的标准，
按照现有的规定来做，不会在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再去更加紧的限制我们地方的产业发展。从7月份开始，台中市农业局小联开始7场说明会，预计后一个会期送议会审查。因有苗栗的草案失败经验，主要是第5条，县政府要起公共工程开发面积1公顷以上，还是道路变宽长度1000公尺以上有就好车地，就必须要向就好专家来参详，而且采取优先的工法。虽然无限制一般的民众，啊，毋过引起地方不满。台中市的就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是用奖励为主，对这个代志，就好保育团体认为，虽然讲毋是上好的版本，啊，毋过算是现主是较好的做法。这个版本其实坦白说，并不是一个对于石湖保育并不是100%的我们需要的，然后最好的版本。台中市的目前的版本跟苗栗县的石湖保育自治条例的版本，其实在精神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还是以鼓励为基础，然后呢并不是用罚则或者是用那个处置的方式去推动。民众是表示讲，奖励确实是比限制较有效。是好的动物啦吼，当然吼有吼要把它保护啦。台中市就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主要是针对各机关进行权责认定，来设就好保育基金，针对优先环境还有建造订定奖励办法，目的是希望讲会当减少争议，增加民众保育就好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伫路边办道，即马嘛特别变成一种事件，要来看一阵30岁左右的少年人因传承办道文化，希望会使互大家食到古早味正港的台湾菜。恭喜青春咱的梦，今仔暗时10点哦，特别带大家来看少年人办道。甘正武是一个无到30岁的少年人，伊的本业是补习班的数学老师。工课以外时间，伊拢伫台湾无共的所在参与各种的民俗活动。2009年，伊和团队做伙来举办2场文化办道，伫咧网络嘛得到真好的回应。上档的时阵，先莫激动，大家先翕相翕了，相机先吃。足多人讲办道啊，想要食办道安尼，我讲好，啊无我来找师傅来做看卖。结果尾也感觉讲，这反应比普通时啊咧介绍，单纯咧介绍文化安尼，更较有人有兴趣。所以就想讲，啊无咱就找食来甲民俗，咱用食甲文化来做合作。甘正武请到3店埔正出名的总铺师李君祥，伫咧今年6月举办一场文化办道，伫咧现场料理30年前的手路菜，互大家食。台式蒸饺，台式蒸饺，较早人讲叫做喵西鸭面，为什么叫喵西鸭面？八炒尾巴哦。其实伫传统文化内底，食是一个上容易互忽略的啦。吼，但咱逐工拢咧做，通常食，因为逐工拢爱做，时间一直咧累积，所以一定会变做最重要的。活动文化使命是希望会当互大家轻轻松松接触到传统文化，互文化出现伫咧生活当中，互一般人嘛会当体会到传统上水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带观众朋友赶紧来看今年第5度是第5号的庆国风台灯笼是上新发展哦。目前风台伫新村南东方大约5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16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来移动哦。气象局伫昨暗11点半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若是风台的路线无变，气象局预计伫今仔早起11点半会来发布路上的风台警报。那受到这个台风靠近的影响，那在台湾东半侧已经有一些长浪发生的一个现象。预计今天在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台湾南部以及基隆北海岸持续会有一些长浪发生的一个现象。那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在东半部沿海以及受到海峡这里地形的影响，在西半侧也会有较强的风浪发生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台风逐渐靠近的过程之中，我们也不排除会在今天上午11点30分的时候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哦，气象局应该等一下发布海上，佮发布路上风台警报，而且拜4、拜5这2天是真的是上
近台湾的时间哦，全台湾拢会落雨。伫华东地区、佮南部地区，爱特别注意落大雨。今仔开始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南部佮东部地区有阵雨也是雷雨，无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伫东北部佮南部地区、佮北部山区哦，嘛是短暂阵雨的天气。伫温度方面，中部以北佮高雄接近山区的平地，今仔温度会到36度，尤其是新竹以南佮彰化佮南投，嘛有可能会到37度。咱做伙来关心今仔各地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7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